則性嘅錯誤。我哋分居準備離婚，我冇兩家可以食飯，經濟亦係緊湊，我冇點樣買護膚品俾自己照顧自己嘅面部，自己面部捱嘅立黃。目前嘅問題係我冇時間充電，我心理病只能夠日積月累加重。對孩子嗰份遺欠，真係唔知道點樣去彌補。佢缺失嘅父愛，我唔知道點去承擔。儘管我好努力咁做媽媽呢個角色，但我總係覺得每個任務我都做唔到。上班日子，孩子最早同亦都係最遲返，工作收入可以被接受，亦有 commitment 想起員工，但係工作時間好長，成13個小時。週末想開啓副業增加收入，卻被家務同埋買餸煮飯都排晒。